108年新课纲强调素养教育的养成，台南市积极培养囡仔艺术甲美感素养，透过艺术的方式，让囡仔来探索生活周围，并用心体会，借此来刺激因的创作力甲思考的能力。这摆甲生活结合到课程当中，透过学习地图的课程来转化，引导学生系统性的来思考并解决问题。其实台南市对于这个美感生活学习的部分不遗余力啦哈。那我们有3个学校，分别是我们台南市的子龙国小、土城国小，那以及我们的中山国中，他们都在今年获得教育部补助，我们美感生活学习地图的部分专案，每个学校有25万。那事实上全国也才20个学校。那这个专案最特别的点是落实在课程里面。那其实我们在做美感的相关的计划，有些时候会让孩子到其他的户外的美感的馆所来做这个学习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现在反而要转向回到学校的内部的环境里面来。那我们也特别今天邀请我们子龙国小，那他们是做鸟语花香的一个专案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作品非常丰富，非常精彩啦哈，是以我们的木作的一些方式来呈现学校里面的情境的改造。那在课程上也非常的落实在学生的师生的互动上面。那这个充分可以体现我们局长、我们市长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政策，希望能够让孩子得到这个美学创思力这个部分的一个精进跟成长。子龙国小透过鸟语花香来让学生亲自动手学习，透过确立的学习课程，对学生的世界来发现问题，并让因知影爱对生命的尊重，甲问题导向学习的方式来引入生活美感，来让学生经过真正的思考，建立学习的目标来达到自我挑战甲实现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